本人議程前發言嘅題目係發展韌性城市，提升澳門極端天氣嘅應變能力。近日，廣西受颱風同埋持續強降雨嘅影響，多處地方出現咗嚴重嘅暴雨洪澇災害，造成重大嘅人員傷亡同埋財產損失。在此，向受災嘅同胞致以誠摯嘅慰問，期望救援工作同埋重建工作能夠順利，居民生活能夠早日恢復正常。極端天氣已經成為咗全球各個城市共同面對嘅挑戰。特區政府近年持續完善防災減災工作，得到社會嘅廣泛認同。澳門防災減災10年規劃中，短期目標已經基本達標或正持續完善。但是面對氣候變化，建設韌性城市要具備提早預警、快速反應同埋盡快恢復嘅能力。更重要嘅係政府協調是否順暢，資訊能否及時到達居民，社區能否互相照應。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2點嘅建議：一、建議喺現有嘅社區民防聯絡機制嘅基礎上面，進一步深化政府、社團同埋社區之間嘅協作聯動，持續完善預警資訊發布、分級應對標準同埋工作指引。同時，結合澳門社團深入社區、聯繫廣泛同埋熟悉各區情況嘅優勢，持續推動防災宣傳、資訊傳遞、社區演練同埋居民支援等工作，並透過恆常嘅機制鼓勵居民、商戶同埋大廈管理實體共同參與社區嘅防災，推動防災意識扎根社區、深入民心。透過恆常演練同埋參與，提升居民自救同埋互救嘅能力，以及整個社區整體嘅應變水平。此外，善用跨部門嘅關懷名冊同埋主動聯絡機制，聯動社區做好弱勢群體嘅災前排查、災中支援同埋災後跟進工作，更好發揮社團作為特區政府施政嘅柱腳、紐帶同埋助手作用，共同提升城市韌性同埋居民嘅安全感。第二，筷子基北灣、內港南北雨水泵站、雙涵渠整體工程同埋多項排水嘅設施，近年已經陸續投入運作，對改善舊區水浸問題已逐步見效。未來除咗持續完善硬件嘅建設外，更應該善用現有嘅渠務維護及管理系統，以及全澳排水系統整體運作控制中心等數據基礎，結合智慧水位監測、物聯網感測器、AI 水浸模擬及大數據分析技術，提升對低窪地區同埋水浸黑點嘅即時監測、風險預判同埋資源調度能力。同時，應定期檢視現有嘅設施嘅承載能力同埋運作成效，研究新一輪設備更新同埋精準投資方向，推動澳門防災工作由治水工程逐步邁向智慧防災同埋韌性嘅治理。多謝。